吃了那么多次，终于能够亲眼制作整个过程。哦呦，哇，这只腿在健身房練過的喎。今日個髀最大你啊！正。大家好啊！香港翻嚟嘅第一餐，同上次一樣，繼續化身進擊的燒鵝隊。唔好問點解又燒鵝，就是圖一個快樂和滿足。事不宜遲 ，Let's go，Let's go。今次我哋繼續 QQ 飛車2個鐘嚟到呢個東莞大朗啊！我哋依家呢嚟到呢條係萬科中央公園嘅3號門。今次要翻牌嘅呢個燒鵝選手呢，下午先開門嘅，為咗唔使爭分奪秒去搶呢隻燒鵝髀，趕喺佢夜市開始之前嚟到翻牌佢呢個燒鵝選手。今日我哋嘅目標爭取就人手一隻燒鵝髀，手指指向嘅地方就是我們今天快樂的地方。快！到啦！興隆燒鵝，真係烤的吧？哦，對，鍋爐旁邊那些是荔枝柴吧，應該是。哦，應該係啊。今天可以去實現拍他的那個烤燒鵝的全過程哦。哇哦！今天不用愁沒有腿了。嚟，而家影燒鵝俾大家睇下先。一整排的荔枝柴燒，看着就滿足。在這裡吃。這邊啦。OK。我哋好簡單㗎咋，我哋今日嘅目標就係人手一隻燒鵝髀。即係2個燒鵝髀啊？3個。3個啊？係。冇咁多就掛住喺上面。你全部斬碎啲我喺度。冇所謂啦，有髀就得啦。總之就仲有啲咩介紹啊？後邊你幫我安排下啦。滷水。又滷水啊？而家影先。滷水拼盤，你幫我咩都拼啲啊！有冇叉燒啊？冇啊！仲有啲咩出名啲㗎？你哋炒嘅話。有。必殺真反應。炒個青菜啦，嗰啲有啲料理炒個青菜都幾好㗎。哦 ，OK， 俾我過嚟影下師傅斬燒鵝先。今日點個滷水拼盤，同埋半隻燒鵝加2隻下髀。絕對要啦，跑唔遠。等我一陣先啊，影下佢噴射器先。正啊，呢隻燒鵝。誰頂得住？什麼叫做虎視眈眈55元。一隻2隻。哇，這隻腿在健身房練過的哦。啊，真香！哎呀，在。OK，let's go，let's go。成日唔食飯就係為咗呢一餐。嚟！今日帶你哋直擊一下荔枝柴燒鵝現場。有一隻。聽說這種才烤出來的特別香，吃了那麼多次，終於能夠親眼製作整個過程。你得順便再轉。1個小時後再來看一下。繼續。反啲。老規矩。今天第一個鏡頭必須給這個剛從健身房出來的燒鵝腿，比我們之前吃過的還要大。依然係食燒鵝必須陪佢嘅滷水拼盤。乾、濕、散、翼啊！鵝掌翼、紅菜，啱啱喺後邊烤出嚟嘅荔枝柴半隻燒鵝。我就問你們誰頂得住這個鏡頭？快跳！等一下，今日呢鑊我哋終於出人頭地啊！嚟，今日我哋唔飲其他飲料。元氣森林8毫味氣泡水。最近大家咪話我肥咗唔少嘅，好似我哋呢啲控制食嘅冇乜可能，又好中意飲飲料嘅人嚟講呢，呢隻零糖零脂零卡，仲要冇防腐劑嘅，就好適合我哋聚會聚餐嘅時候飲啦。同兄弟嘅時候可以飲，同女朋友嘅時候又可以飲，同斬燒鵝嘅老細又可以飲。你哋先飲，嚟，包剪揼。那行，留個大的給你了。他說我多吃點。咁。今日食飽飯，再食飽飯，雙重吃飽嚟，1、2、3，食佢。低頭。今日個髀最大你啊！給我一點醬汁，太快樂了。鵝掌翼，這個是真的香。我都係比較中意呢一款8毫味嘅氣泡水啊，佢入口好清香，埋氣又夠足。本身食燒鵝呢已經係好油膩㗎啦，一啖燒鵝再一啖氣泡水，正又滿足又解膩。變顏色了！我們靜候它變顏色的過程。達到那個時間，達到那個溫度，它會自然變色的。我們這個都是用的麥芽糖嘛，雖然它還沒完全變色，看着已經很美味了。上面有個乒乓球。哦，那個是人家的頭嘛。兩個好奇大男人。見證我哋呢隻睇住佢誕生嘅當勞。你聽下，新鮮出爐全隻燒鵝幾光滑，主食漂亮。今日嘅光譜行動竟然成功咗喎！我們今天嘅戰鬥力
正嗰陣。今日嘅呢個荔枝柴燒鵝咧，係真係明顯食到果木香味。嚟到呢個滷水拼盤，我覺得滷水拼盤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咁咯，非常之下飯好送飯嘅一碟菜。700，睇下幾錢先，我哋買單。果然他們溝通失誤了。啱啱點解老細找翻17蚊呢？因為我檢查咗一下，老細係落錯咗單嘅。249減17，即係幾多？快啲計下。 232，三個人，半隻燒鵝，外加一隻燒鵝髀，再加一碟滷水拼盤，炒蕹菜，2碟淨奶粉，一個飯。第一次可以零距離去喺後廚見到一個荔枝柴燒鵝嘅完完整整嘅製作過程，令我哋呢個燒鵝隊食得越嚟越專業啦。對於我哋嚟講，真係有啲似未見過大蛇屙屎。好啦，咁今日呢一期嘅東莞荔枝柴燒鵝分享先到呢度，我哋下一期虎門見，拜拜。